文冠军受河南河北，作者杜甫。剑月复团受假薄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秋何在？万贯丝丝喜欲狂。平日放歌思唱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将霸业传武业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